开心大家这么来听我唱歌的，这是森林系的演唱会巡回的最大场。然后我本来很担心的，因为售票一直都没有破百，真的，怎么今天你们是没有买票进来吗？怎么突然没那么多人？拜托以后请支持买一售票啦。你说你那天不一定有空，你就先买嘛，你自然而然就会想办法有空了啊，这样懂吧？做事情要有决心。害我担心半天，我一直跟我妈妈讲我在台北很红哎，我妈妈今天有来。在哪里？妈妈在后面啊。好了，有了啦，我有证明。可是我说他们听不懂，可是他们还是很嗨呀。说你们啦，把我当法国人，我很艳丽。然后我要再次欢迎我的提琴手，我们的大提琴宋烨，小提琴钟离。哇，你都有自入性行销，穿署名的 T 恤。T 恤。哦，待会我们有卖周边商品，就是那个虽然是英文字母，可是是罗马拼音，就把阿美族的话用罗马拼音拼上去。就是故意让人家看到这个字，然后有机会就会多学一些阿美族的话，很浪漫的 Bonjour 跟 in 之类等等的。我们也把我们的传说故事啊，像这个猫头鹰，就是我们的那个也是会看顾的，把它做到这边，还有口袋森林。用这种原住民的一些神话概念，然后把它做成周边商品，没有什么啦，因为我想红。因为我观察那么多偶像巨星，他们都有周边商品。我要先练习，具备有这些条件之后，靠大家来投资我这样。我常常，因为我不希望原住民都是补助了，我们明明就是绩优股，你们可以当股东投资我们这样。好，就希望我会继续加油，明年好好出一张专辑，然后办演唱会，都来小巨蛋。最后一首歌，你们后面怎么不会喊啊？我们感情那么淡的。对，最后一首歌。我舍不得你。你以为我随时随地都有舞台哦，很辛苦的。好，还是要唱啊，不能哈就不唱了。待会可以签名啊，拍拍照，好不好？好。我练习，我也在练习，不要哈，签名还要哈。签名啊，给我签名哈。这个疑问很奇怪。我会加油啦，因为真的很多人帮我。我有看到那个吉他的那个老板。法利达吉他的老板也在现场，谢谢。我要感谢他，因为我从来没有一把吉他是用买的，全部他送我的。然后他还赞助了我这半年的一个心愿，就是我送了15把吉他回去部落。我们那边小朋友不太会唱歌啊，你以为原住民都会唱歌吗？那只有我们的世仇卑南族才是这样。都是卑南族啊，很骄傲，他们都在骄傲什么？我们都是运动人才，打棒球的，练田径的。这两个也不是他们主业，不是他们是练田径的。一个是100公尺台东县现在纪录保持人。400公尺跨栏障碍。我们没有歌手啊，都是运动员的。我已经很好奇，怎么会是这种发展？然后我们决定用15把吉他来杀我们的敌人卑南族。
教会了，努力把它教会。在他们还没有把吉他摔坏之前，不会弹吉他啊，真的好，慢慢，那明年可能会有新歌发表哦，这样，教他们写歌这样。好，怎么又聊起来了？聊起来连搬一下，我就知道我讲太多了。好，最后一首歌录在那里，希望大家都有很好的希望、梦想、前进。